毒抓好高，自古嘅生肖到清明自己咩買個掃墓啊，因為清明自己咩陰氣非常大，天地主講處長唔穩啊，如請到這個今年呢，恁一世嘅生肖呢，該有能量又非常弱啊，受到這個叫做衰煞啊，所以影響過大啊，如看參加嘅嘢晦氣叫做晦氣啊，比較重，可能個影響恁今年嘅運勢啊，因為今年大家若是一定愛去，要麼就天災直日去，天災直招，或者是天災直日去。去嘅時間你愛最多一些紅色嘅飾品，像紅線啊、朱砂啊，自己互刷去。所以到今年對這個抓毒好高，自四個生肖入啱，伊個運勢嘅波動非常大，大家愛注意。如果有唔懂嘅點，可以來問老師。